世界万项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几日大家拢在烧野球，咱讲大家，你敢是在来呢？台湾野球是众人争五望，赢球拍扑啊，输球是众人嫌。但是比赛结束了后，个人是殊荣个共享。野球犹原是野生，甲无通甲人输赢。国球甲国民体育是要安怎台湾才会赢？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美國大聯盟前球壇，嘛是曾經是做金會的經濟人張勝鴻張先。主持人，各位好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國際棒球裁判劉碧君。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咱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徐正賢徐理事長。主持人、大家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咱前 Fox 體育台的主播陳鳳儀。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呢，觀眾朋友呢，今仔日呢，還佫有看到美國啊，居然啊輸球，咱呢到底呢，這個球是贏的，但是台灣隊雖然擊敗2勝2敗的成績，無法度在晉級的這個決賽，但是呢，比較着失分啦，或者是呢，個其他的物件，咱的分組內面啊是上尾坎的，下一次恐驚來對資格賽來拍起咯。中華這個台灣隊的總教練呢林月平來表示講，3年前加上呢暗時接到下晡，咱選手的這個身體呢實在是足疲勞的，但是也點出來，咱團隊的投手的能力佫要再提升。咱看这新聞大內面哦，大家真正怨氣啦。是安怎日本人會通攏拍暗場的？咱攏愛接這邊，這個其他的問題我先放喺邊啊吼，先問四位吼。咱當然也知影咯，初大家有期講，即擺咱台灣隊恐驚的吼，相當棘手，啊結果拍這安尼吼，算好啊歹。我感覺這屆咱的表現吼，比我想的好足濟啦。哦，本來是，因為我有幫忙一寡青手的朋友找資料，啊，愈找所感覺哇，是啊，這要安怎拍？結果咱贏2場咧，我感覺真正愛拍無啊。哦，咱有找着一寡資料，感覺這人的對手安怎吼。啊那老裁判。老實講，我是嘛是感覺講有比我想的佫較好佫較濟，而且就是講咱內容足好的，因為咱過去的比賽攏是靠1-2支較厚的投手，啊得分就是1分2分安尼，咱即擺這表現。大攏得了真濟吼。嘿，所以這咱不只是贏2場，咱是內容嘛足好的，啊而且我感覺上感動的就是講球迷，吼。本來我嘛是足煩惱講，不管是票價，啊而且呢，古早較無遐爾濟運動啦，較選擇較無遐濟，啊所以本來嘛足煩惱講，即個足濟比賽通個選擇啊。嘛有籃球啊、倒球啊，攏有足好的成績。啊，大家對棒球的這個感情佫存偌濟。啊，我即擺嘛是攏有去。你真無信心無？因為選擇較濟嘛，啊，你娛樂嘛足濟，無像講較古早都是看野球為主。啊，所以我即擺嘛有去現場去看這比賽，看到咱這球迷，不管安怎贏還是輸，安尼大家安尼加油，我實在足感動啊！而且吼。我拄好即禮拜時間，就是咧接待這奧林匹克遐一個正經一個主管來台灣，啊，伊是做管迄媒體。我帶伊出去外口攏足請贏，因為路個攏咧看野球。路個攏咧看野球，伊講哇，恁國家安尼，我講對是講咩？這毋是輸贏的問題，這就是阮台灣就是安尼，這大家一個這心情。啊，阮咧路的時陣，咧有一間宮廟吼，看講。嘛咧看野球嘛，叫伊坐來做伙看，迄種感受吼，我相信對伊來講，伊一世人攏袂我都幫。所以總體對球迷、對選手、對整個台灣是安尼吼。啊，理事長你安怎看？我認為會當贏2場
算真好啊！咱讲实在吼，本来一开始的评估是讲可能巴拿马较有机会啦，吼，啊，无想到讲除巴拿马了规个士气足歹嘛。系啊。啊，若照过去，安尼可能就切落啊，切连输四场就有可能吼。啊，即道就讲，你看咱的打者，以前可能靠一两支陈金峰啦，吼，彭正明，啊，做侪黄三信的。即道无，即道是棒棒开花，因为第二、第三场，迄是真正棒棒开花。啊，我认为第四场苏东的中的休困时间伤短啦，你想吼，因拍了离开球场才11点半，等于到饭店呢食饭，吼，小洗下身躯算1点半。啊，你该做先分析啊，讨论一下，啊无，而且一定看回放，因为情绪无法度平复嘛。困可能3、4点，啊，你伊个几点起来？伊12点比赛，伊上无7点来起来，7点半来起来啊，伊根本就无困嘛。啊，甲因平常时拍职棒的规个生理时钟拢无共。所以你讲像咱昨迄场，我甲博景有伫现场，一开始真正你看第一局1-2垒有人，结果张玉成起来时阵，啊，稳的透动啊，对无吼？结果伊啊。打不打就袂准啊！你讲因昨咧拍拢小到慢有心啊，小可安尼顿定一下。对啊，因的规个挥棒拢无遐顺，迄只无度，这是生理，好生理迄限制你无法度克服嘛。啊，但是我甲博金想共款，咱球迷的迄个气势有够好，昨第9局互0-7，全场无人离开呢，啊，大家伫遐徛起来唱歌，哦，迄真正会流目屎，咱讲实在啊，迄无爱讲尾啊，像陈杰宪啦，吼，啊，佮张成讲啊，这气氛有够好。啊，吴念婷嘛讲嘛，我想要甲因遮队友佮继续拍落嘛吼，这是足难得，因为要拍台湾队，我来讲是压力足大个啦。因为我甲高志刚做熟个，我以前是伊经纪人，因咧比赛我唔敢甲交腰，因为迄压力足大足大个。啊，我认为不管是球迷嘛好，过来就是球员来讲，佮教练无会讲啊啦。我感觉爱讨论，等下爱讨论讲，规个环境安尼比因较好。你你就喜欢你若讲，你叫军人去你甲人相台，你无互伊武器，伊不让人台。人有大炮，人有炸弹，人有无人机，啊！你要叫摕小刀甲手枪甲因拼，这是不公平的。咱讲实在，咱也爱替因遮教练甲选手心，免啊，互因更愈好的武器甲资源。这嘛是咱今日要几点钟来讲这项代志。是。因为真侪人就认为讲，我看了文章啊，其实吼，台湾人咧拍野球吼，拢是用喙咧拍，放弃啊！你感觉咧？是，我感觉我即届对台湾队的表现，我算是，我感觉表现就真好啦。其实比赛有输有赢，虽然讲哦，咱输巴拿马吼，输到足侪，差时间去用苦斗，啊，真侪人足失望的。但是我感觉讲比赛这个物件，本来有的时阵，就是你无可能每一摆，就算是更较强的国家，美国，你看美国今日输墨西哥，所以讲比赛这有的输，这是你定定拄着是讲状况啦。所以我感觉即届台湾队的表现，我个人是真满意。啊，除了头仔几个先摆所讲的这内容的部分啦，吼，我感觉上重要对我来讲就是讲，因为 WBC 这是国家对国家，所以我感觉我个人对是毋是咱国家家己培养出来的子弟选手去比赛去摕到成绩，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所以因为 WBC 伊对这国籍的这个规定限制，吼，其实真简单，就会使讲哦，你看像讲你的阿祖是荷兰人，你就使替荷兰拍啦。当然，安尼是讲耍笑啊，差不多。对于你的规定是真灵啦，吼。但是就讲，甲台湾、古巴啊，甲美国是算讲是全本土，拢总是咱台湾出世的囡仔，代表咱台湾队。所以对这点，我感觉讲，我真骄傲。我真骄傲，这种是咱对家来看，对，这种是咱家己的主题。咱无讲哦，透过规定吼，咱去找一个。当然啦，你拍球想要赢，这真正常。但是我感觉讲，因为是国家队，我对这我有一个期待。我感觉讲，上好是拢咱家己的主题，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讲，我感觉真骄傲，就是讲，即摆咱中华职棒出来的选手。表现拢真好，唔是甲讲咱美国队来讲张玉成当然表现到真好，咱真感动。但是我感觉讲像兄弟的这阿坤、江坤宇，还是讲吴哲源，或者是讲这个黄子鹏，这有影，对啊，拢是咱家己的选手啊，咱培养出来的。所以我感觉讲看到这个选手代表咱台湾的职棒来去拍国家队，啊有真好的表现，我感觉真欢喜。啊，第三点就是讲，我感觉讲咱即摆其实咱。台湾队吼，像我咱第一场输巴拿马，其实第二场我报的啊，我伫个网络的平台报的嘛吼。其实你看讲对意大利迄场，其实一开始嘛是输啊，
其实对荷兰迄场一开始嘛是落后啊，但是咱拢会使讲，以前就讲咱以前对咱台湾队的选手的一个印象，拢感觉讲一开始也输可能就袂得。他无逆境啦，吼，无无逆境的话就无多反攻，但是即届就感觉讲，就算讲上尾一场对古巴输4或4-0落后，嘛会感觉讲。有机会啦，你也想讲，咱讲有上了有安打吼，可能应该有机会。所以讲上尾的结果是咱较失望的，但是就是感觉讲，即摆台湾队，互咱即摆观众、咱的球迷有一个希望，会感觉讲，袂讲吼，你一开始去用拍个涂骹就爬袂起来啊！啊，我即点我嘛会感觉讲真公平、真欢喜啊。是，即要转来吼，请教即个钟先吼。是。你甲观众朋友，因为真侪观众朋友无啥了解吼，就 WBC 吼，这个比赛吼，甲咱台湾人较熟悉的，比如讲什么威廉波特啦、罗德代堡啦，吼，像这种比赛，这个顶级是啥物物件？这个物件到底是世界性，敢若世界杯的骹球赛？这种啊，还是伊是啥物特殊？要安怎来看待讲，这真正的冠军，还是在咱们内面调整有啥物意义？谈到主持人讲的吼，像迄有一寡所谓的世界赛啦，咱来先了解美国人，伊就做爱讲世界，因为这帮总冠军啊，做 World Series 世界冠军赛。啊，大学的总冠军赛叫 College World Series， 大学的世界总冠军赛，那为啥世界都迄8队拢美国队，美国的大学咧拍，伊嘛叫世界。其实囡仔拍嘛叫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是啊，啊，所以足济吼，其实毋是真正的世界性的比赛，但是 WBC 我会了解啦吼，应该是咱全世界棒球界规模上大、上请的。选手的素质上好的一个比赛安尼啦，因为足侪大联盟的选手伊会当来拍，即个时间因拄仔咧春训，还未开始比赛，所以因若愿意参加球团个放人，伊就当来安尼啊。是，所以这是水准上悬的比赛。咱看到这张图表吼，来咱看下吼，咱台湾队吼，大联盟来一个，吼就是张育成吼，张育成啊。小联盟来2个，吼，日本的一帮来2个，吼，巴拿马大联盟4个，吼，啊，这个小联盟3A 来3个，吼，咱来看下吼，啊，过来意大利，吼，大联盟5个，啊，小联盟3A 有11个，吼，哇，这看起来，啊，咱人来了。无算个济呢吼，咱算较少，咱敢若看这吼，咱应该是。啊，这边咱来解脱咧，这是讲咱的人才较少，还是人的人才较济，还是讲啊，事实上，像意大利啊，都无一帮啊，啊，毋则拢走去外口，是要安怎来看待？我感觉，谈多咱有讲到的问题啊，就是讲伊 WBC 对这个国籍吼的认定真松啦。就恁祖先啊，有人意大利的，你就通拍意大利安尼。你的姓后面，你搁挂一个意大利的姓就会使啦。什么 Tino 啊，什么 El Pacino， 邀请因孙啊，可能也当来拍意大利。伊也叫卡布奇诺，反正嘛当拍。哦。所以这因拢安尼认定啦。啊，反正为好人的讲，哦，阮什么人意大利的，然后无你来拍。因无足严格这个限制，所以伊这性质唔是要来比，伊是要来比好看的。对，因为安尼较会精彩，好的选手会当去逐个国家拍球安尼啊。所以安尼较会精彩。因为我所在，我要请教着碧坤吼，我所知就是初啊开始会来办这个 WBC 的迄阵时讲，好，恁奥运无爱阮棒球来入去，是，阮就来家己办这个。互你来擦车赢，是毋是有这个过程？确实有啦，因为在奥运的时阵，因有因的政策嘛，所以奥运这就是讲，啊，你4年一到，啊，开遐侪钱，几啊千亿，啊，你总是爱有一个意义嘛，吼，啊，无为虾米大家拍这奥林匹克？所以因有一寡就是讲和平啦，促进和平嘛，啊，搁有一个就是 gender 性平爱平等嘛，啊，搁有 for the youth 少年的，所以你会看。了后，愈来愈侪运动，甚至讲因有电动的，
跳舞的、滑板的，就争取讲少年囡仔来参与运动，所以因有一寡目标。偏偏咱上介意的野球呢，是较单一性别，就是讲基本上拢看拢是查甫无查某囡仔，所以就变做讲，你要入去奥运的时阵，你无法度去说服讲，啊，你著甲阮的精神是倒摆的啊，所以我要安怎互你家己，你爱互伊这一寡理由嘛，吼，所以变做讲，你无法度伫奥运的时阵，对野球的推广来讲是足大的伤害。因为毕竟讲，你爱有一寡些世界性的比赛的时阵，大家较会去迄落关注嘛。所以讲，咱只要国际赛拍了好，咱这基站咧招学生就济啊。咱若对台湾队国际赛，还是讲扑落成绩歹的时阵，咱的校本就招无学生啊。哦，这是做现实的问题，所以。野球界的时阵，不管是 Major League 啊、WBC， 为着讲因的发展，搁开拓因的这影响力啊，甲市场的时阵，伊嘛爱主办一寡国际性的比赛，啊有恁讲大家较关注的吼，啊媒体来报道安尼，会较增加因的收入，啊增加伊的人口等等的，所以事实上，咱即摆看，咱台湾应该有达到这个目的啦，吼。哦，当然啦，这都是体育上大的影响力。但是我头拄咱首先我问过四位讲，有文章讲，其实咱台湾人吼，真侪人拢用嘴咧拍野球的，实际上参与的。咧投入这个运动的人其实无多呢。小学来讲，来有野球队的，像阮老上以早还阁有，我想应该是30年已经无啊啦。这到底是，这有人讲啊，咱这台湾的棒运吼，应该对基层就开始做起，是要安怎做，还是要安怎做？我请问理事长。我这问题我是常常咧自我家己咧问家己啦吼。我认为台湾不止野球啦，全部运动上大的问题是第一，无迄个球场。我为什么讲毋是文化吼？以前像我今年50岁，阮爸爸是国手哦，啊伊无法互我拍球，我球拍足好，伊无法我拍球。阮爸爸国手讲，伊这个国手，伊知影迄落大痛苦，迄个过去因咧练习了，讲过来因好佳阮爸爸是有好的工课哦，伊的同才队友足侪是无好的工课，退休足艰苦的，所以伊讲你绝对袂当行这条路。我这细汉迄日记吼，我写讲要做运动家，我老师甲讲，你徐正贤，你台湾无运动家啦。我永远记得，阮老师讲没批讲台湾没有运动家，我永远记。我每个礼拜三我读屏东师范附小，每个礼拜三爱做读书报告吼。我永远讲杨传广啊、纪政的故事，永远能讲因两个，我讲看因的自传嘛吼。但是你今摆吼，我今摆50岁，我是无囡仔，但是我的同岁级的父母亲吼，基本上吼。拢愿意互囡仔学运动，这是正确的。来个咱支援啦，哈。对，你看2017世大运了吼，迄偌济家长要互囡仔，因为学运动吼，你做一个囡仔学运动吼，你看咱一个囡仔即摆拢算3C 产品嘛。但你若你拍棒球、踢骹球，你伫球场上每一次比赛、每一个练习，要做偌济决定 ，decision making 吼。所以你互囡仔对细汉就开始学会做决策。啊，运动场吼，上现实是，你每一个 decision 了，你就看到结果啊。你这球要拍唔拍，你这球要弹对，你决定了马上输赢啊。这就是上对人生上好的考验，你知道吗？咱即摆少年人，你也毋是无运动吼，你基本上无这个机会。我一头甲叶秉成老师啊，个几个在讲教育，讲伊这边108课纲，我讲吼，我举手。我讲，你若要互囡仔学108课纲，所有你讲的这元素吼，你唔免，你就互伊拍球就好啊，踢球就好啊。因为伊运动场上你有样学得。啊，即摆家长是足侪家长要互囡仔学球哦。你毋知即摆 Under-12 有偌济足球队全台湾5000队呢，5000队是10万人呢。但你过高中无啊？无啊，因为第一啦吼，无球场。无球就是说，做人讲啊，这毋是啦，是因要读册，我毋对，这毋是安尼讲。你若伫讲我下课了吼，4点半5点，有所在然后熟，好拍1点半钟2点钟，再倒来写功课，洗身躯，啊，去食饭，过会赴的。问题是咱无这个球场，骹球嘛是，棒球嘛是嘛吼。啊，咱即马讲的骹球、棒球拢是需要较专业的场地嘛吼。但咱无的情形，你就变体育班。啊，你知体育班就equal to 无读册嘛。
啊，所有要互囡仔学运动，家长上惊无读册这个代志尔，所以无读册这个代志对家长的印象太强烈，所以国中要好卖读，嘛，伊你无法度无球就当拍球、踢球，你就卖读啦。其实毋是因为讲惊你考袂到大学。咱讲我听，即摆大学哪会考袂到？你即摆10个这是有影。40个坐伫迄个教室，40拢考会到嘛？对，无考袂到大学这代志啊！即摆是惊讲你根本无读册，无知识，后摆你要找头对，无找。所以你若台湾若有机会，互这个球场较 friendly 较济，互囡仔会当下课马上拍球、踢球，我甲你保证，绝对无问题。你讲日本人甲咱人口嘛无差，人1000队甲子园，那是几？咱高中可能无100队吧。正有在拍的，可能无。有咧拍的，差不多30-40对嘛，30-40队嘛，有竞争力的。啊，但是伊咧甲人口无差30倍啊，哪有差30倍？无可能嘛。所以表示讲人的普及度比人较好。啊，你无普及，你的迄个铺无够大，你就无可能选好的选手嘛。啊，过来吼，这几年嘛，大家知影运动产业有互 COVID-19 害着，比武汉肺炎害着嘛。所以包括大联盟裁撤做者小联盟的队伍啊。就对，我今日要来，我特别问，因为阮的合伙人是日本人，也是去过8次奥运的运动训练专家，伊已经伫美国大学 NCAA 一直需要教册，伊讲有一个补救吼，3A 啊，吼啊签约金50万美金，啊，佮拍到3A 啊，足少年哦，结果 COVID-19 武汉肺炎了无通拍，即马咧开餐厅啊，所以连美国人本土的队，就莫讲咱足侪少年，足侪遮个囡仔转来嘛。啊，搁来讲，咱的中华职棒的即马薪水的趋力愈来愈悬。你讲1、2、3个转来，你差不多20-30万台币的月薪是走袂去啊，对无？啊，你伫小联盟小联盟领3-4万台票尔呢？啊，一天到晚咧吹波林，足艰苦的啊，拍袂记你规去转来，啊无你张玉成伊拍他，伊即摆等咧拍红袜队大联盟，伊就咧讲足孤单啊。你要讲拍小联盟，所以比如讲我个人认为，迄小联盟要撑到去大联盟，迄几率伤低。啊，即马因为各队小联盟球队用裁撤较济嘛，慢慢会转来，但是无像进前安尼。未来3-4年，讲当然有几个囡仔会当签约飞去美国，对伊个开始无遐济啊啦。所以咱本土爱想办法。趁这个机会哦，这题我小等来请教钟神哦，先用方毅来讲。咱基层逻辑哦，听起来是安尼，咱基层队爱济啊。设备还是场地爱够，对，这个产业自然就起来。但是前端也好，还是政府要安怎来辅助，还是讲政府你做好心，你莫去做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就好。是，以我的看法，我会感觉讲，其实民间大家的投入应该是上重要的。啊，其实比起政府的投入吧，就是大家拢感觉讲啊，你体育署爱做啥。当然，我对政府的这个伊的内部是安怎去进行，我是无啥清楚。但是我做一个家长，我必须爱真老实讲啦。我少年的时阵，我那时就爱拍球的，嘛是去互甲 Jeff 共款，去互老师讲，念讲，安尼你以后你是啥？你要做球员了，就操安尼甲你说明嘛。就是讲啊，你爱拍球是啥无效嘛？爱读书较有效啊。那但是其实到我大汉啊，我即马我做体育主播，我有伫咧体育这个产业内底有一项头路，做还袂歹。但是其实吼，我倒是来讲，我嘛足惊阮囝我讲，爸，我想要拍球，因为想下讲啊，实在是甲去想了一粒头毛去烧啊，讲啊，还是拍球啊，还是读册要安怎？吼啊，还是会受伤无？啊，后摆会无头路无？就开始做一个家长，开始想这有诶无诶。但是我感觉讲，他拄啊来宾所讲的，就讲咱台湾以棒球来做这个例好啊啦。我感觉棒球这个运动，伊先天有一个缺点，就是讲伊要入门较麻烦，比起骹球。骹球一条球你就开始弹啦嘛。但是你要拍棒球、拍野球，你爱有手套。你还有球具，还有伴，来看天气好无？其实我感觉爱拍球的人、爱拍棒球的人，其实毋是讲无爱拍，只是讲爱招高的人。对啊，对方买高的人，佮袂使落雨人拢走去，对无？我看大家伫河滨公园拍球，常常拄到这款问题的。所以我讲，这个运动伊先天就感觉讲有较歹去进行啦。啊，但是我讲，毋管是场地也好，还是讲教育也好，我嘛感觉讲应该爱互咱的囡仔，还是讲对棒球有兴趣的人，爱比较友善，
他讲的 friendly， 就是讲啊，你还感觉讲要做这项运动爱较简单的，所以啊，棒球较有法度真的入去咱的文化内底。咱讲棒球文化、棒球文化，我感觉讲人讲啊，台湾有棒球文化是啥物型无？我感觉讲台湾有棒球文化无？我感觉讲这个问题要安尼答案上简单就看，咱的我主持人讲你少年的时阵有拍球嘛，对无？我唔知影咱一般的人有几个少年的时阵有拍球。根本就台北囡仔就无啥机会嘛，就是少的啦，就莫讲一般的人啦。我就问讲，咱国家的元首好啊，总统，咱对一个总统少年时阵有拍过球，可能李登辉总统我会记听过讲，少年日本时代拍过球，其他的虽然应该是无一个总统有拍过球的，但是你看美国我上明显的就是 Bush 较老迄个 Bush， 少年的时阵就是。差不多会使拍到职业迄个抗战的球员，啊，伊个囝，即个较细汉迄个小 Bush，George W. Bush， 伊嘛是即个最爱拍球的，啊嘛是即个棒球队的头家，即个 Texas Rangers 的头家。所以你讲代表讲即个棒球的文化，伫咱美国人的生活内底是偌深啊。但是我就感觉讲，咱台湾甲咱伫个文化即个方面，甲咱是真浅啊。 甲几个囡仔哦，较拍较好诶，啊，甲咱一般拢想讲啊，一个刻板印象讲，拢是较袂晓读册，所以甲去拍球。但是我感觉伫一般外国人诶文化内底，拍球诶人其实是讲，伊嘛无一定袂晓读册呢。其实是讲，伊是我看真侪，哇，会晓拍球诶人，是啊，头脑都真好。是啊，甲咱 NBA 迄个 Kobe Bryant， 你看人哦，十几岁开始拍球，一世人拍球，但是伊退休了后，佫会使做即个。 底片的这个导演，给开写，佮着奥斯卡，所以咱讲哦，咱这个运动对外国人来讲，已经是因生活的一部分，是其中一个选点，唔是唯一的一个选点。但是我感觉对咱台湾爱运动的人来讲，你也是爱运动，甲你得爱伫个足细汉的时阵，吼，囡仔时，你更唔知影讲哦，后摆想要创啥的时阵，你也是想要拍球，就差不多就讲你爱决定你要读册还是要拍球。但是我感觉这其实是足残忍的啦，足残忍的，囡仔人是捌啥？这个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咱拢讲野球是咱国球，所以哦袂当输，吼，所以真侪球员要输球是压力真大。但是要如何变做咱的文化？人讲啊，补三代啦，吼，补三代才会知影穿插食面啦，吼，啊才有通啊运动。敢是安尼？我看美国的棒球安尼。 野球安尼发展200年安尼来吼，啊中间也是坎坎坷坷，咱台湾如何变做有可能性？啊，要安怎来定位啦？吼，因为我本人是我感觉是讲，咱卖见摆就讲甲红袖啦，红叶扫把啦，吼安怎，咱应该爱来实际来上来看，讲，譬如讲，头仔要来请教的种是。 咱一个囡仔要送去大联盟，要出头，要出团，迄是爱经过偌济即拍拼的努力。你迄阵时看到赵金辉安尼？我感觉哦，你若要送一个囡仔，希望伊去拍大联盟哦，第一，迄个囡仔家己有哪有决心啊？因为这是足辛苦的代志哦。你伫小联盟的时阵，比赛煞10点、11点物件款的。 可能巴士坐10几点钟哦，啊，即摆落车加工搁要比赛啊，嘿，这是非常辛苦，啊，搁牵到咱有讲着薪水真低啦，嘿，你也家己袂晓拍算的哦，迄钱可能无啥够用安尼啦，哦，所以当然这个过程会当学着真侪物件啊，但是我感觉大人这一部分也是天分啦，嘿，但是咱若讲较近的吼。 你讲咱国内要安怎提升？我场地的问题爱先解决。场地，我大家有所在通拍球啊。咱讲实的啦吼，我有一个朋友甲我问啥，你敢知？我即摆住的地，啊，你敢知影地有通牵一下球的？牵球尔哦。伊讲啊，即间校拢禁止打棒球，啊，迄间也袂当拍。家家你抱咧洗摆伊。我手就摕出来，警卫也来哦，你咧创啊？咱台湾是安尼环境的，完全正是。所以我感觉第一吼，爱互大家有所在拍球，吼无一定爱做标准的球场啊。吼，咱安全设施做好，当然我是感觉若无安全设施，
禁止拍球，这是合理啦。哦，但是咱提供较侪所在，上无其实有一个有所在人去啊，对无？哦，我这有一寡图片啦吼，这是美国一个毋是介发达的地区，哦，但是伊有一个公园内底有10个球场啊。一个公园，10个球场 ，South Park， 嘿 ，South Park，Southgate， 嘿，南门区啦，嘿，南门区拢会当啦吼，内底有10个棒球场啦，吼啊，除了这以外吼，我较早读的学校啦，吼，这阮校的棒球场，大学的棒球场，嘿，会当坐3000几个人。啊！大家看拢，哪有可能的？这大家球场生遮水，这有影呢。吼，这咱来看这面，吼，这除了棒球场以外，阁有2块垒球场，一块是互校队用的，吼，啊，一块是照遐学生囡仔用的安尼。嘿，啊，而且体育的头前阁有一个大草皮哦，你会当申请踮遐拍垒球，讲迄个SOP安尼啦。嘿。哦，啊！你除了大学以外，这有名的大学当然是设施好啦。这附近的高中有2个棒球场咧。哦，啊，搁一块垒球场咧。这台湾敢有可能？我是感无可能。无可能诶！你敢若当咱台湾西部的这个学校队就根本无。但是咱尽量啦，但是讲即摆小资化吼，真侪学校拢无去啊。对，啊，搁来足侪校的球队嘛，招无啥有囡仔。嘿，但是等下甲场地这个问题，我感觉咱会当尽量吼，大家吼，无一定爱标准的球场啦，吼，像迄大吉隆啊，我会当内底牵啊，拍一个安尼啊。吼，这总是会比即马较好，因为你有所在互大家拍球，人较会来参与。对。吼，啊，参与的人侪，吼，总讲好的棒球选手，以天文来讲是万中选1啦。你10万人，甲人选10个啦。吼啊，100万人，你通选入100个呢。吼，所以我感觉第一，咱人口爱提升啦，就像咱摊多大家一直咧讲的，讲实际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事实上是介少啦。是啊，你来看咱这张图表吼，1996年吼，平均单加一场吼，差不多4548个啦，中华职棒啊吼。2019吼5826啊，5826啊。啊，中央哦有足惨的，迄咱就莫讲啊。1999年发生什么代志，咱大家心内有数。啊，这就是慢慢啊有这个恢复的这个情形。但是咱来看咱3级棒球吼的数量啦，小棒吼软的甲硬的吼加起来180队甲269队啦，吼啊，这平常时的比赛可能一年也是100啊。啊，无迄种 tournament， 无迄种物件啦吼。啊来咧青少年吼，哇变少去，哦，132队到158队吼。啊来青棒吼，青棒茶块的吼，啊铝棒啊软色的，这队数看起来999队，其实甲日本比起来，其实是袂当比吼。他拄啊，咱在开讲的时阵讲，咱柯诗燕的这个教练，伊佫毋是专业的教练，吼，因佫有通安尼用，所以那有人有一种声音就讲，啊，规气呼呼的，咱莫算棒球啦，咱就共款来算别项吼，共款来咱运动健身。碧君，你个人的意见？老实讲，我是感觉讲，不管什么运动，愈侪人参加是愈好。你像讲美国来讲，美国毋是干那棒球呢，伊足侪运动足厉害的呢。伊迄一个囡仔袂讲干那拍棒球，伊是讲我热天拍棒球，春天我去拍篮球，平常时收水，寒天我去拍哈基，嘿，啊，迄个秋天的时阵我去 football 甲迄个踢咧骹球，所以伊这是 multiple 的迄个运动。因为我问讲，你甲差不多
我熟悉足侪囡仔上少都2项3项，对。我都问家长讲，啊你互伊学遐尼济敢好？伊讲无啊，因为有当时你棒球是用的迄个 muscle， 用的部位甲踢骹球的佫无共，所以伊无爱伊讲干那训练一项，惊伊会受伤。所以我有当拍篮球。嘿，啊囡仔好耍就好啊，啊看伊了，家己决定要选择啥物，啊无拍球嘛袂要紧，所以伊是有足侪款的选择。拄则放仔咧讲迄个球场，我就感触着足深的、足深的。你讲咱台湾无讲无迄个条件，毋过你看人咧日本嘛足侪所在足话的啊。毋过我捌去因咧高速公路，因咧连下骹拢有法度。对。伊个从迄八顶区的所在，因危险。我讲，我讲，这是高速公路桥骹呢，边政府就当创。是啊，这个有心无心嘛，你啊嘛。但是咱拢创迄个篮球场啦，什么？所以我就，这就是我讲就是说。这产业要怎安排？啊，阮篮球协会就讲，袂使，这阮的啊，这棒球啊要分者。囡仔拢会使耍啊，伊拢会使耍啊，无一定要耍一项运动啊。伊会使我啥物啥物迄个款的时阵，我学啥物拢会使，2项3项拢会使学啊。所以我现在其实咱台湾足有爱心的，拢足爱去送啥物八达啦，送球具啦。有一道迄个，因为我本身协会嘛是咧斗相共遐囡仔嘛。啊，有一道就是迄个山顶迄个教练讲哦，拜托，恁讲莫阁送遐衫甲裤。莫阁送啊啦！我囡仔12个，我后壁裤200几领。啊，佫有诶嘛是足好心的迄个头家问讲，啊，我想要送迄八顶裤，啊，你看熟悉，看有啥物好要送，已经问甲无，大家拢要送爱心，拢要送球具，规个拢送过啊。所以我感觉讲，咱毋是无资源，咱的资源爱用咧，咱有。真正会使对咱斗相共发展的这个部分，啊无有当下，阮像阮咧基层咧拍迄个徛裁判嘛，你足明显的看着讲，有个球队啊，为安怎成立的？为着摕补助。就是反正我名单我写的，啊有只我请补助来，啊比如讲10万、20万，因买一只衫买啊物件，囡仔来，囡仔连捌搭都袂晓摕啊，啊因嘛要安尼出来比赛。对，安尼意义是咧倒，对毋对？啊，你不如讲以为软的，还是讲热棒，你为规则开始去熟悉，哦，毋是讲有当下讲实在，拍球毋是干那为着第一名，为着输赢尔，对毋对？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所以咱转来看讲，毋是讲咱干那对棒球特别的迄个好，虽然伊摕上侪资源，因为老实讲啊，你讲台湾要放弃棒球去发展别项嘛爱发展，毋过放弃棒球。我感觉是足可惜，因为安怎？像你拄则讲的，主持人你有讲，你要发展一个物件，上少爱三代。为虾米棒球是咱台湾的国球？因为日本时代咱就对伊有感情啊。你太有法度切断。阮老母一世人拢毋捌摕过野球啊，毋过咱台湾的比赛伊都是会看。啊，你会使讲伊毋捌棒球吗？我感觉你袂使安尼讲。伊嘛是爱台湾，因为伊透过看。野球来爱台湾，毋过虽然伊袂晓拍，伊袂晓耍，毋过你袂使甲伊排除。所以我按讲咱这个文化，咱爱甲伊保守起来。嘿，啊，像看讲安怎甲伊斗相共，安尼甲伊发展。这是咱咧咧讲啊，这种国球的意义伫遮啦吼，国民的集体意义啦。像阮细汉时阵，半暝要看这个转播起来时阵。我想的毋是棒球啦，我想的是有当啊食一碗五香恰恰面，吼，就是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文化。理事长，你安怎看？尤其你手头咧进行的想要来 promo 的，毋那是棒球，啊，佫有其他的这个产业。你安怎来看讲这商业的资源，吼，政府的资源，啊，甲咱人要安怎来投资，要来合作位，啊，才有通啊来进。台湾是。棒球是国球，当然这甲历史跟咱的历史故事有关系啦。因为棒球是看起来以球类运动来看，团体的球类运动是唯一咱甲世界强权较有通拼的。啊，会当2万人、2万人徛伫安尼加油，迄个感动吼。啊，你讲正经就这几工2万人，每一场2万人。迄正经伫内面有拍过棒球，可能无几个啦。迄比例可能不到1%，我咧想吼。啊，因为你若细汉无学吼，棒球是足歹学的运动。棒球是前3名难打的运动，网球、棒球甲高尔夫是上歹拍，伊的难度足悬的。你对细汉若无学吼，你即马你讲迄种民营的迄个打击，你想你讲要安尼要牵无咧？我有一道吼，迄印象我一道看到陈金峰迄影片吼。伊拄可能退休啊嘛吼，
要落股，叫人甲等佢伊空挥碰棒呢，陈金峰呢，大家笑到变变，讲哪有可能？你看伊难度有偌悬哦，因为伊久无拍嘛，肌肉记忆无去啊。啊，但是你讲即摆正经台湾上侪人从事运动以上，健身房啦、路跑啦，啊个球类运动是羽球，为什么你知道？因为英文叫 accessibility。很容易接触啦。是啊。你下班了，你要找羽毛球，那上网约的越高。可前进性。对，你想哦，你昨哪伫你礼拜天伫周记看一场看了啊，心里足准。好，我要来拍棒球。你讲要上网 Google 讲要约棒球场，你等于去约打击练习场，啊不，你约不到哦。全台湾所有的打棒球场，尤其台北市的，所以你是在管的。好，各县市政府棒球场是棒委会在管的，你要上网要 Google 要订不到。因为拢把持去，所以咱的场地足歹定的。所以你要学棒球，你讲伫场地现场，遮侪囡仔讲爸爸我要学棒球，哇，伊就像你讲的头毛在烧啊啦，莫讲字，莫讲无读册啦，你着讲要找一个所在好学棒球，你就找袂着。啊，你参加社区棒球队，因嘛名额足少的啊，好，所以这 accessibility 受困难啊，所以不会拢走去健身房啦，走去跑去拍羽毛球，所以咱应该互全部要。运动的囡仔，成人嘛好，有足简单、很 friendly 的方法，会当开始学，这是第一啦吼。当接近嘛。对，愈侪人运动，愈侪人参与，一定是有机会。第二个讲，我认为啦，就当个风雨客气啊，我认为台湾主管体育的机关爱我大脑啊啦。真正有就长现场啦吼，长毋是拍古巴，台北是小巨蛋的4强，冠亚军赛 HBO 决赛。嘛是满嘛，无卖票呢，免费的，你敢受会着？所以你伫美国所有大学甲高中的大型赛事，票是卖到变票咧，对无？买拢退好趁钱啊！高中体重，无卖票。NCAA 可唔免讲，吼 ，Stanford、Berkeley、UCLA 这几个校，因的主要 income 拢来自这 football 的这售票甲伊 souvenir。咱教育部讲啊，这是学生运动，袂当卖票。啊，你若会当摕全部权利金，你若会当给卖souvenir，所以观念拢唔对。咱爱甲运动变产业啦，什么叫产业？有人有需求，有人有供给叫产业。好，有人要学棒球，这场地会当租互你，啊，佮请教练付钱。囡仔知影讲，我这拍去会行去倒位去啊？对，啊，你有产业就有机会嘛。我去你头讲 Texas Ranger 春训，我去2道，啊，迄时打比赛个伫个。啊个韩国迄个叫啥？迄个邱信手，我甲伊2个翕相。啊，因咧春训哦，迄爸爸妈妈啊囡仔拢安尼爬在这边，我伫遐看，迄买票去看呢。毋是看春训的练习赛，是看春训咧练习尔呢。啊，所以你想，迄囡仔对2、3岁、3、4岁，囡仔的学习是对用眼睛的学习嘛。迄看了，伊哪有可能袂晓？啊，个讲一个。你会记2021东京奥运回来吼，咱做者个人项目拢得牌嘛吼。你会记咱请几个查某会卖算啦吼，用查甫的这标准可能较合理。查甫囡仔几个去开球吼，你讲你是东京奥运某个项目的前3名，迄球客吼，要对投手板牵到本的牵袂到。你有看几个拢牵袂到？是，这是不可思议。像你讲的，伫美国囡仔无可能袂晓牵棒球的啦。查甫囡仔做奥运。前3名选手，不管你什么项目，那有可能牵棒球牵袂到，表示咱受细汉专项化。咱毋是细汉就学出物件。啊，你搁点到一个问题吼，伤细汉就开始分车去啊。所以你身体一定有一部分没有开发。啊，你也知所有运动的全身性的，你有一部分无开，你哪有可能讲小病啦？免小病呀。但是我睇出人就因的伊个体能训练师，甲因的 athlete training 的迄个高阶主管甲我讲，因全部叫。因个选手冬天搞踢骹球，好休息嘛，吼。啊，你毋知为虾米即马连美国 Tommy Jones 讲开刀的年纪愈来愈低，原因是啥？因为够巧，因为有够认真的。因为照理来讲，越北部越冷吼，愈袂开 Tommy Jones，因为冬天无通拍嘛。啊，伊讲即马为虾米拢会当开啫？拢开，因为吼北部拢盖室内练习场，所以规年通就用练。啊，因 traveling team 足济嘛，私人的就要教学营足济啊。对，规年通地方互你练到拢熟起来。
所以因的研究讲，那遮济开通面就是年轻人愈来愈多，尤其是北部呢愈来愈多。以前是南部较济较热嘛，北部才冷着，因为印度的小人愈来愈多，所以旧年很多人研究。人医部是安尼在做研究，在讨论棒球的。这你讲到就是重点，其实呢，运动嘛是爱科学化，吼，爱用头壳啊。咱的科学化的程度吼，可以你讲一下老实话，咱的棒球的科学化的程度是算悬啊低。虽然咱来看哦，讲咱的这个咱国家的棒球的实力是全球排第2的，我这唔知是安怎算的啦吼。优势第1名。其实我感觉好歹我感觉我歹势讲啦，但是我感觉讲应该讲比起以前算有进步啦。即款爱共肯定，爱共肯定啦。就讲即摆咱 WBC 准备的时阵，就算讲新闻嘛有讲嘛，就算讲咱即摆咱的大旗的教练毋是恰恰。恰恰都有甲咱即个建议讲，咱会使找即款体座是上下为顶头安尼球，我体座应该以前是插一支物件遐安尼拍嘛。甲讲伊说一个新的技术，就讲你会使用安尼为头安尼吊一个球遐，安尼可能对即个要打击你的这视线看起来是会较顺啦。所以我感觉讲，其实我感觉讲，其实台湾也是讲咱的棒球，以棒球来做例要发展，其实。佫较侪人会当出国，毋那是甲他选手啦。刚刚讲你也是讲教练，周边的人会当出国去讲花去叫取经嘛，去取经吼，讲去学外国的这学问，还是讲知识转来，吼会当讲互咱台湾的咱家己的即款就这个棒球的运动嘛好，还是讲周边的技术嘛好，会当愈来愈好。会当讲无同的意见，大家互相来刺激哦，会当愈来愈进步。我感觉安尼对咱台湾的这个运动是更较好的。另外我感觉讲头拄啊，理事长会讲咱这个外国人其实咱拢自少年的做过真侪无同款项目的运动，我感觉这嘛是真重要的。我感觉伫咧外国人的因这生活内底，做运动就是因教育的一部分啦。毋是讲哦，我棒球的选手一世人拢为自细汉在拍棒球，伊这棒球的选手定定拢是讲伊啥物运动拢做过，伊嘛耍，伊嘛游泳，伊嘛拍棒球，伊嘛拍篮球，啥物拢拍，啥物拢耍。啊，拍到伊刚讲高中的时阵，伊发现讲，敢若棒球我感觉拍了上好，我上有兴趣，啊，我就来做棒球。就甲讲上出名的篮球员 Michael Jordan 来做就好啊啦。Michael Jordan 伊少年的时阵，伊高中的时阵，篮球队去教练甲选袂着嘛。选袂着啊！迄时阵上爱拍，伊是棒球队的球员呢，但是。伫咧这个20几岁哦，开始出社会了后，到大学了后，伊才发现讲，其实伊篮球是伊拍了上好，是伊上有兴趣的，是伊上有热情的运动。啊，伊甲咧，伊人生到这个坎站，啊，甲来做这个选择，嘛较成熟，嘛较知影讲家己咧创啥，嘛较会当讲会使互伊的这个运动生涯会当愈来愈较久长安尼啊。是，这上后尾吼，每一个人差不多2-3分钟吼，我请。蒋先生吼，你来甲咱讲吼，在你的经验来看，咱台湾不管是棒球，其实他台来讲真侪科学化啦、场地啦，吼啊政府的部门啦，政府一定在这次处理后，一定会接受到真侪压力啊。哦，你政府爱做啥？你每一个人拢甲我讲一项，讲政府你爱先赶紧做啥物，还是你赶紧卖做啥物？你讲互咱。观众朋友听。我感觉我嘛是中福很多我讲过的话啦，先甲场地生出来。我较早伫美国哦，看迄职业选手，我带因去遐训练嘛。我定定喺头壳听，今仔要去对一个球场练下，因为附近球场30-40个啊。选择困难症。系啊，今仔要对练，用。我记者拢无今仔罗恩海对球场好啊，因为遐等练出来当去食牛肉面安尼啊。后日看讲啊，无咱来塔可背后边海间练，迄对球场练吼，等下当去食迄间餐厅安尼。阮尾也是用安尼咧选球场的。球场大富翁啊！啊，过来上合的，我一届吼开车啦，暗时啊，下迄号比赛，你电话看会晓讲。叫我开停车场一看，2个人伫遐开酒好。
两个美国啊，伫遐牵球安尼。啊，毋是啊，开顶安尼。我问因哦，伊讲啊，这逐工拢开，啊，你也想要来同一个，你嘛会当来，连工去带小特来，咱嘛做伙牵球安尼。人的场地是安尼状况的，就是讲你暗时无聊，你嘛会当去牵球，你若有人甲你牵安尼啦。系啊，逐工电话拢开的，不管有人用无人用拢开的。是。有即款场地，当然毋是逐个所在拢安尼，就是讲有安尼的状况。尽量来想办法啦。球场坐甲你，有当时啊真正爱想咧，我要来对一个牵球。球场大夫哦。对，我感觉咱台湾当然咱的地少，但是改善的空间还阁真大啦。嘿。是。碧君，我是感觉讲，老实讲，我想讲，咱爱改的是咱的文化，就是讲咱的运动，毋是干那为着金牌尔。即有选手也毋是讲咱落钱落去，啊，你就要摕迄牌啊出来。我感觉是会使变做咱一个运动文化。所以，咱不管是体育署，还是讲运动采款，咱开始有遮经费的时阵，莫爱干那甲钱开咧。竞技成功爱摕着牌，安尼是，伊是讲摕冠军摕金牌。是，咱来甲想着用就好。比如讲，我去美国迄个台面，因咧裁判学校，你莫讲因咧科技，阮连看咧训练这strike 因拢用电脑啊，拢用科技啊，所以变做一个产业的时阵，变做有竞争，就是有进步。所以你毋是干那讲我球员。用较舒适的饭食较好的，人是想着讲教练嘛，得要培养甲训练，丰富这边嘛爱，裁判这边球评、主播、经纪人，场地每一项拢爱做较好，迄毋才叫做专业，毋是干那去你看目睭看会到迄项。是，理事长。其实不只是棒球啦，吼，不是野球，我是感觉台湾咧管理运动产业的这个单位啊，千万莫用教育部。下骹的单位啊啦，因为无产业观念吼，是无法度做代志吼。张忠谋，因为我本来是半导体产业，吼，伫美国矽谷上过班。张忠谋上有名的台湾的企业家嘛，吼，伊不只一道对政府喊话吼，啥物伊乜咩5+2，啥物有拢毋免啦吼。伊讲，你得甲infrastructure做好就好。土地、水电法规，其他种产业家己的想办法，即系企业家己的想办法。共款啦，你棒球、野球、足球拢共款。你甲球场用好，你有好会当开放互社区民众来拍球。其实台湾吼会当学欧洲啦，后要学美国太困难，学欧洲是运动俱乐部嘛。啊，其实台湾唔免阁去运动中心啊啦，你得用甲每个学校开放，大部分学校拢有操场嘛，拢有会当丢球的地方，会当踢球的地方，你得甲学校开放，因为学校老师刚好就是上保守的啦。你甲学校开放，互即个社区运动会当入去拍球运动，这第一步。过来你唔免去做 fancy 做水的球场免，你着去堪用 suitable 拄我好的就好啊啦，你唔免去买2万人，咱嘛每年办 WBC 啊对无？对，所以你着主要是爱有人会当很简单的让入去拍球的所在运动，这是最重要的。过来是讲产业化、商业化，你莫去用遮动遐动，迄唔对啊。对无？你当初发展半导体嘛是产业化、商业化嘛吼。到尾我有一个呼吁讲。当初半导体有一个 RCA 计划，你送人去美国嘛吼，共款谈到洪毅讲的，我是安尼想啦吼。即马要美国拍大联盟不要大小联盟不要简单啦吼。你干脆讲鼓励人家运动员啦吼，因为互你好好读册，去美国NCAA每个项目拢去，足球、网球、高尔夫啥物拢去，高尔夫起码是足好的哦吼，拢去。当然不一定爱拍棒球哦，慢慢做选手，但你能成为产业界一份子。你若去美国拍4年的棒球大学校队，你讲当然不要做产业，我头都互你，无可能啦。你伫美国拍4年的NCAA，你当然对产业了解，就了解啦。人才培养。对，迄 connection 嘛足好的，我是认为较前瞻、较广泛来思考这个问题。是，好，我是安尼想。可以来。其实我想要接受头理事长讲的这个场地问题啦。其实，咱无需要真讲爱开真侪钱哦，啥物球场拢爱做到上 top 迄款的。其实大家有去日本行过，发现讲这日本伊学校操场的跑道。无迄 PU 的啦，拢是迄黄土安尼啦，黄土啦，看日本出拢知嘛。那其实因为囡仔人无需要用到迄款场地，所以。